现在去强坝那里，他放羊的地方，可能有个20几公里吧。他说今天正好他在杀羊，石浪东柱杀羊。他不会弄，他说他去山上放羊了。我去可能只能看到石浪东柱在弄羊了。昨天晚上下雪了嘞，帐篷都快可以压下去了，他们的帐篷漏水了。山上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把塑料纸铺在上面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找那么大一块塑料纸的。床巴在装绞盘的线，他的摩托车到那边去了，劈叉了的。那不知道那个钢丝够不够了，只能试试看了。我把绞盘弄起来了，强巴的摩托车坏了，但我不知道线够不够，绳子够不够。Halo. 阿婆那咋走？他把灰弄走了，石浪东柱。拍了，哎，真的嘛，又不是假的，假的不拍的啊。我不会把那个剪了那个放假的嘛，全部真的嘛。
那没事的，就是我们一起在一起住嘛，一起生活嘛。苏兰东子的呗，还没过来的。还没过来。哎，就是嘛。还没过来是大。枪把还不起来啊，枪把套在里面了。没有，不对。哎呀，枪把还是用中了，他起来了，厉害了。他穿了一点点，刚里，用中。早上常常都吃糌粑的，他们基本上都要吃糌粑。有饭的话，那还要吃一点，先要吃点糌粑。还不错嘛，自己还会吃饭。他起来接班，今天开始放羊15天。我们走了，我们差不多了。也好大。5天清晨上午，咋个是看哦？小狗，先开始丢去。现在开始天气冷了。强巴他们起来了没有？冷了。嘿，你手上动作还去刷牙去了，厉害了嘞！你起来的早了嘛？哦，今天13号，想把放羊回来，现在炒菜了。今天炒的菜感觉不错的，看一下啊。吃还没到嘞，还没熟嘞。想把炒菜嘞。这个人不会的，炒菜也不还没够的。手枪会。哦，手枪会的，他说。哪能都要过。你来着？十郎的都炒菜不会。太阳已经出来很高了，然后我不知道强巴他们起来了没有，看看。我操，还没起来？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在干什么？我操！你们两个牛逼的很嘛呢？啊？开了嘞！这两个太阳起来，太阳已经出来那么长时间了，他们还没起来。但苏朗顿都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我呀，喝那么多。他们两个喝了那么多啤酒，还是百威的，厉害的嘞！哇！昨天晚上苏朗顿就把那个声音开的响的要命，我怎么了嘛？什么意思嘛？是不是像泡沫一样嘛？啊？妈。